大家平安，真歹势来甲大家插座。今仔日组合应该是大家轻松食饭开讲，嘿。毋过罕得乡亲时代拢伫遮，所摆嘛是来甲大家报告一下，我是金南书院的名翰，金南书院可能大家毋知影，金南书院在创啥？就亲像迄个侨委会的华语课反腐会馆来教共款，会馆的台语课是反腐阮金南书院来教。我家己报较袂草草，就是阮办了足好，可能北美洲无第二个所在亲像阮办甲遐尼好，是安怎遐尼好咧？多谢多谢，是安怎遐尼好咧？有3个重点，是3个要紧的代志。头一个就是师资，第二个就是教材，第三个就是语言意识。一项一项来讲，师资就是即马教台语的先生学找呢，要去倒去找？你敢会当想象讲教英语的先生袂晓读英语，袂晓写英语，伊袂晓读袂晓写要安教？毋过有偌侪人会晓读台语，会晓写台语，所摆要找教台语的先生就学找。阮师院就是家己训练先生，家己来教。所摆阮有足好的先生会当来教台语。阮毋若教囡仔，嘛教大人。因为早前咱台湾会馆拢干那教囡仔嘛，想讲囡仔来上课，其实毋若啦，就是即马第2代、第3代拢已经大汉啦因嘛是真有即个学台语的需求，因为台语就是台湾人的认同嘛。因大汉了后，拢会想讲，是安怎你细汉拢无教我讲台语，即马大汉才需要来学，所以阮有足侪学生拢是第2代。先生本身袂使讲干那直直教啦，先生嘛爱进修，嘛爱有互家己台语进步的迄个空间嘛。所以摆阮都办读册会，有足侪台语的小说会当读。阮办写作班，写作班就是阮去台湾请一个大作家，叫做拿春水，伊出足侪本小说，个就请阮师院就请因来教遮的教台语的先生要安怎来写作，就是做训练的工课安尼。所以先生需要家己训练，因为无别个所在会当生先生互你你若无咧做先生的训练，你教学生就教袂好势。希望阮教会好势，就是阮有咧训练先生，安尼。第2项就是教材，教材教美国的囡仔的课本，教台湾的囡仔的课本，一定是无共款的，对无？你台湾囡仔可能伫学校有学过汉字，所摆你的课本内底写汉字，因可能也有法度接受。毋过伫咧美国的囡仔，倒一个囡仔会晓汉字？所摆台语的课本袂使有汉字。阮就是家己编家己的教材。去年有出版一本册，叫做《台语有练转》，内底拢总是就是教囡仔的教材。差不多当教1档，即马1档过所以需要第2本，还袂开始做，就是需要有人开迄个工去甲即个课本继续搁编排落去。我来拄则无互恁看到的，继续恁看。这都就是读册，阮伫读的册。这拿春水写的，阮有请因来教阮写作。单类的短篇小说，单名人的短篇小说，有足侪会当读啦，这是一部分尔啦。嘛鼓励大家同齐来读，因为这是用汉文写的。汉字南罗马字，这是自1970年代伫日本迄个王玉德教授，伊就主张汉字南罗马字，因为伊看到日本人嘛，汉字南卡那伫写台语有足侪汉字写袂出来的字，乌多拜汉字安怎写？罗赖吧汉字安怎写？就一定是罗马字南咧写。所以书写的主流都是汉字南罗马字。好啊。可以站中间。这位就是拿春水啦，阮就请伊来教阮写作。这就是阮出版的迄本课本。
吼，若有需要课本吼，去 Amazon 会当买，吼，若找批题注文可能较俗，吼，若是恁知影讲倒位有伫教台语，吼，请催杀即本课本，因为伊有影是现今看到，咱看会到伫教美国人的课本，大概伊是上好的，嘿，就是阮出版的，吼。这个字是用迄个教会对，嘿，叫做白话字，嘿，因为已经有160外档的历史啊，嘿，无需要去甲叮当，都是照咧用，好啊，好，过来，我要讲，我要讲语言意识，嘿，咱看今仔日活动的宣传单，吼，英语甲中国话是安怎无写台语？因为写出来谁要看？无人捌字啊，写台语无人捌啦，所以写会大的，嘿，所以会变做干那英语甲中国话嘛，嘿，这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台语伫咧正式的大学是欠息的，伊伫正式的大学无出现的迄个地位，对无？这是一个无好的现象，嘿，咱人看阮书院的活动的宣传单是先做安尼，台语甲英语，对无？嘿，这就是啥物叫做语言意识，就是你爱知影讲台语是要紧的，你无用你加写一句中国话，人就减看一句台语；你加讲一句中国话，人就减听一句台语，对无？咱一工会当讲的话就是遐尔多啊，嘿，就一定是安尼，嘿，所以要意着台语要出现伫咱的生活中，吼，这就叫做语言意识。阮遮的先生拢有即款的语言意识，感觉台语是要紧的，吼。问题就是要写互谁看？阮书院的活动，因为尽量互大家看，敢有大家拢捌台语？毋捌要安怎？边仔有英语啊？嘿，所以这就是阮的语言意识。你有英语互人捌了后，事实剩的所在写台语，人罔看，吼，对。敢看有？可能看有啊，嘿，吼，一人一出菜，欢喜做伙来，吼，这阮书院逐个月伫办的即个活动啊，嘿，对，吼，所摆咱要讲的是讲是安怎咱爱保持即个语言伫咧咱的生活内底有出现，因为你若是无去用、无去听，你的语言的能力会生sen啥物做生sen生sen就是你无让华语的字入去，你一句话讲袂了。嘿，有真侪人有即款现象嘛，对无？吼，你就一定要有让华语的话入去讲。嘿，即款生sen的现象是对倒位来？是因为迄个人伊心肝内、伊头脑内底伫放的迄个产生思想的迄个所在，已经变做华语的演进啊。嘿，伊伫讲台语的时阵啊，实际是甲伊头壳内底的华语的话，即时翻译做台语讲出来。伊毋是要生迄句话的时阵，就已经用台语咧生，嘿，吼会造成即款的现象。要安怎来治疗？吼，敢若有3种法度治疗：环境、甲环境，嘿，就是环境上要紧啦。吼，你爱有迄款所有的人拢讲台语的环境，上无捌一个，嘿，上好就是你坚持，比如讲伫咧厝里，亲像我无咧讲中国话，我若上班讲英语，踮厝里讲台语，出外看到朋友讲台语，嘿，除非我去甲美国人做朋友，我才讲英语，安尼，吼，大家会当看，阮书院就是有意识要来保存即款使用台语的环境，所以阮逐个月拢办一个讲台语的活动，吼，2点钟讲台语，我毋管迄个活动是啥物内容，我若是有2点钟会当讲台语，会当听台语，我就起码技术不能赢，对无？吓所以要赢，大家做伙来赢，大家拢来参加，好无？吼较等下迄落找批题比一个迄个 QR code，送迄个信息互恁，吼，来看。
少年家嘛有啊，吼，都拢少年的啊，吼，阮两个后生啊，吼啊，我后生18岁，啊，自出世头一工就是讲台语的，嘿，啊，因细汉民是讲台语。你知影讲一个人伊是台语人的迄个现象是啥物？就是伊汉民是讲台语，嘿，你汉民的时阵听到头壳内底迄个话是台语，嘿，有偌久，咱有偌久无做即款代志啊？吼，啊，是因为你无伫咧生活中直直用伊的时阵，伊就袂伫咧你汉民内底出现嘛，好啊，好，过来。我要讲，阮师院就是真骨力在做即款台语的事工，互台语会变做会当倒转来变做咱日常生活会当用的语言。所以，阮有足侪的活动，比如讲，阮一个月会办一个线顶的演讲，主题就是台语讲万项面，阮有讲过啥？讲过半导体，讲过迄落线顶约会，讲过迄落安怎甲囡仔讲好话，遮等等有诶无诶，即款诶，过来就是迄个逐个月实体诶活动，大家出来组织，阮办过去啉烧酒诶，迄个 Randy 兄伊诶酒庄，阮找 Randy 讲，请你甲阮解说安怎会当啉葡萄酒，伊讲毋捌用台语讲过，不要紧，阮坐落来。伊迄个专有的名词，阮一个词翻译互伊知。伊迄个投影片改做台语，现场就讲啊，大家足欢喜啊，我们办过唱歌啦，办过烘肉啦，有诶无诶，毋过毋管活动诶内容是啥，我有讲台语我就欢喜嘛，所以大家拢来参加。另外一个要紧诶就是来8字，来8字，因为像我拄则讲诶。大家拢捌字的时阵，咱才会当伫咧什物图学拢写台语，有台语出现，愈出现愈侪，伊就愈入来咱的生活内底。所以我感觉台语的迄个捌字的材料啊，毋是干那你要教学生才有需要，这捌字的材料是咱即马做台湾人的责任啦，要互台语莫变做细汉的，莫变做无人要伊的。就是爱有足侪人捌字，所以咱伫咧台湾学校内底就有开即个捌字班，我感觉是6、7点钟你学就会晓，迄毋是足困难的代志。是安怎一定要学罗马字？因为罗马字闪袂字，闪袂字的。你汉字虽然会晓，但是欠罗马字就是真侪字写袂出来，一句话就写袂出来。所以阮都是认真教大家安怎用罗马字。罗马字会晓了，你当然当南汉字落去写，因为迄是书写的主流。所以要保持台语有一个健康的环境，这是大家拢有当做的。你转去了后，就是讲较侪台语，写较侪台语，读较侪台语，台语就会倒转来。所摆我要互大家看阮师院的金句摩托啦，金句就是。对，国内就是咱的代志啊，就是各位乡亲时代拍拼一世人，当然国内就是咱的代志啊，阮爱做的嘛，对。即句话倒位来，敢有人知？电南用啊，电南用，国内就是恁的代志啊，阮就讲国内就是咱的代志啊。这敢无类似？就是咱的代志啊。好，以上若是有啥物要甲阮指教的，阮较等伫遐，大家来相找，来开讲，好，落来。